歡迎大家收睇《環宇首期》。咁我哋上一集就講到呢個英國皇室啊，凱特王妃嘅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最新發展嘅情況啦，亦都牽涉到陰謀論咧，究竟係咪再生咧？佢係咪重病啦？或者佢同呢個威廉王子之間個婚姻嘅即係狀況啦？咁亦都再次補充一句啦，即係呢個節目嘅上載時間同埋我哋錄影嘅時間咧，中間一定嘅距離啦。咁所以中間究竟嗰個皇室發生一啲咩最新嘅變化咧？咁我哋就即係觀眾自己本身要留意啦。咁我哋即係唔能夠即係及時去趕上。咁但係所以大家要見諒啦。咁我哋喺上一集有提到就係呢個英國皇室個婚姻本身咧，其實係出現咗一種詛咒啦嚇。咁呢個詛咒係幾時嚟咧？就係事緣咧，就喺15世紀嘅時候咧，英國有個皇帝叫亨利八世嚇。咁呢個皇帝都幾叻嘅嚇。咁係佢咧就即係當然啦，同即係所有嘅皇室一樣咧，佢好希望有一個王子繼位。咁但係奈何咧，就係佢娶咗呢個西班牙嘅皇室成員之後咧，就一路都呢位皇后咧都不能夠為佢即係去生育一位嘅兒子，咁佢就非常之心急嚇。咁但係呢度補充一樣嘢咧，其實英國係容許有女王嘅嚇。咁係即係英文字咧，呢個 Queen 呢個字咧就唔同中文啦。即係中文咧就我哋一般講叫皇后啦。但係女王同皇后就唔同啦嚇，皇后就只不過係一個皇帝嘅正式嘅妻子啦嚇。咁如果英文如果比較詳細啲講 Queen Consort 嚇，咁呢個 Consort 就係代表咗佢個身份唔係女王嚇。咁但係如果用即係好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講叫 Queen Elizabeth 嚇，伊麗莎白女王嚇。咁咪英國係用呢樣嘅，但係即係傳統嘅嗰個因素點好大嘅就係。佢仍然希望最好就有一個嘅兒子，咁但係奈何咧就係呢位西班牙嘅呢個皇后咧就不能同佢做到呢樣嘢，於是乎咧佢就想廢除呢個皇后，即係換言之同佢離婚咯。咁但係天主教喺呢個離婚嘅問題上面係相當之保守啦嚇，到今日都如是啦嚇。咁所以當其時咧佢就想運用呢個特權，就同呢個羅馬教廷咧溝通，呢個教宗咧就係。咦，大家傾下啦，嗱你幫我手啦嚇，鬆一鬆手俾我同佢離婚啦，你可以用任何嘅理由。咁點知就呢位教宗咧就冇同佢做咗一個咁嘅交易。咁於是乎咧，佢就好嬲起上嚟要做一樣嘢咧，就影響咗預後英國啊嗰個嘅國運啊嚇。咁點解咁嚴重咧？咁呢個情況咧，要首先解釋下，就係因為當其時咧喺呢個即係宗教同埋嗰個政治上咧，其實平起平坐嘅。呢個羅馬教廷咧，佢享有一個相當之高嘅權威嚇，即係佢可以隨時咧就將呢啲嘅皇室啊或者呢啲貴族咧可以踢出去啊，即係同佢哋所 excommunicate 啫，即係同佢脫離關係。咁一脫離關係其實就好大件事，係點解咧？你好多特權都冇咗，同埋最驚嘅你落即係羅馬教廷跟住你話就話你將會就落地獄啊嘛。咁事實上呢個落地獄就唔使等佢死咗之後嘅，即係生前已經係嘅。但係呢個亨利八世嗰個魄力相當大啦，咁咪佢就跟住就如果你係咁話，我自己搞個國教出嚟啦，就英國變咗咧有一個自己嘅宗教。當然呢個宗教亦都係仍然係基督教啦，就係話佢哋仍然都係奉呢個天主嚇為呢個神嚇，耶穌就係佢嘅仔，亦都係即係呢個教徒信仰嘅嚇。但係成個教本身嗰個最高元首咧，就變咗唔係羅馬教廷，就係呢個亨利八世自己，即係換言之係英國嘅皇室啦。到而家都仲係㗎，呢個國教嗰個最高元首亦都係呢個。即係英國嘅王，即係呢個女王或者皇帝嘅嚇。咁喺呢咁嘅情況之下咧，教廷就同佢出現一個非常之大嘅矛盾啦。呢個矛盾發展成為一個政治嘅矛盾。咁但係唔係咁簡單嘅，唔係純粹教廷本身，因為喺其他嘅國家，西班牙嚇、葡萄牙甚至係法國，呢都係以嗰個教廷作為一個宗教嘅最高嘅控制嘅嚇，咁自然就係今日就即係歸咗邊啦。
咁換言之係英國當其時同呢個西班牙咧，因為西班牙係最強大嘅，佢個帝國，即係依賴佢海軍，出現咗好大嘅矛盾啦。咁甚至喺英國，佢呢個亨利八世本身咧，亦都將呢啲嘅教廷喺英國嘅資產，即係當然最主要就係田地啦、教堂啦，係全部充公嘅。充公意思即係歸皇室所有啦嚇。咁呢個對好多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利益上面嘅轉換，即係有啲新貴就可以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上位。咁但係原有嘅人咧就即係譬如話呢啲教堂嘅神父啊咁啊，佢哋嘅資產咧就被即係轉移咗嘅，形成一個好大嘅矛盾嚇。咁但係跟住落嚟咧，又發展咗另外一個情況，就係亨利八世自己本身咧。佢係娶咗好多個老婆，但係佢生呢個即係兒子嘅問題咧，仍然困擾咗佢。但係而且咧，佢做一樣好絕嘅，就係有兩個老婆咧，俾佢即係通姦咧嘅原因啦嚇。咁我哋唔知係生安白做定還真有其事啦，就斬頭嘅。咁所以我哋即係上一集會講到話呢個詛咒咧，咁我個人覺得咧，其實似於呢個亨利八世，即係佢殺咗佢咁多個妻子，都娶咗咁多個太太嚇。雖然佢最後咧佢生咗個仔，但係呢個仔繼位嘅時間咧好相當好短，亦都跟住亦都係女性咧就去繼位嚇，應該係佢哋其中一個女啦嚇。咁喺呢段時間咧，英國嗰個宗教嘅問題咧引起好多殺戮嘅，即係有所謂清教徒啦。清教徒就係佢哋不滿呢個羅馬教廷嗰種腐敗，咁亦都有天主教嘅勢力喺度。佢哋又同呢個羅馬教廷串通嘅，所以佢成個嗰幾廿年、100年嘅時，直到伊利沙伯一世咧，其實英國亦都出現咗好慘烈嘅一個宗教上面嘅內部鬥爭。至到伊利沙伯一世啦，佢即係經過好種種嘅呢啲咁嘅挫折之後上咗台之後，佢亦都同呢個羅馬教廷非常之大嘅矛盾，特別係同呢個西班牙嘅國王咧非常之大嘅衝突嚇，甚至最後幾乎係西班牙咧能夠即係透過佢哋嘅艦隊咧去征服呢個英國，但係好彩地咧，因為風暴啦同埋呢啲嘅英國特工嘅努力咧，將呢個西班牙嘅無敵艦隊咧殲滅咗。咁自此之後咧，其實英國同埋呢個即係歐洲大陸嘅天主教國家咧，一路都有鬥爭嘅。呢方面咧就有個好處，就係形成咗英國咧佢哋自己咧跟住有一個艦隊。嚇係非常之強大嘅，咁甚至呢個艦隊直至到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咧，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嘅啦。嚇，大英帝國之所以有咁嘅即係成就日不落嘅帝國咧，都係靠佢海軍個實力喺度啦。當然呢個係以前嘅事，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即係婚姻嘅詛咒咧，正如我哋上一集去講咧，就跟住落嚟咧，你睇到喺20世紀嘅時候咧，係影咗英國嘅。即係成個政治形勢喺度嚇，即係我哋有提到愛德華八世就係佢寧願去同一位嘅離婚婦人結婚，就造成咗英國一個憲制上嘅危機嚇。英國嘅內閣當其時同佢講，如果你係即係立意要娶呢位嘅離婚婦人咧，我哋就不能夠承認你係一個國王，即係去到咁嚴重。咁所以愛德華八世喺咁權能輕重嘅，就唯有遜位。遜位嘅時候咧，就落咗佢嗰個細佬嚇。我哋今日即係稱之為呢個喬治啦嚇，呢個 George 啦。但係 George 係冇仔嘅，咁於是乎係要傳俾呢個伊利沙伯二世嚇。嗰個事情咁樣。咁但係呢個伊利沙伯二世佢堅持咗咁耐。即係甚至佢在位嘅時間比呢個維多利亞女王咧更加長嘅，而創造咗呢個皇室嘅歷史。但係跟住落嚟繼位嘅查理斯三世，咁好多人都認為咧，其實佢始終同佢媽媽相比咧，仍有一段嘅距離喺嗰個功力上面啦，駕馭嗰個皇室嘅角色上面咧，仍有一段距離啦。咁我哋提到呢度就係想補充翻就係呢個諾查丹馬斯嘅預言啦。呢個預言就喺前幾年就出現咗。咁就係話咧，呢個即係諾查丹馬斯係一個16世紀嘅我哋可以講下巫師啦，或者即係星相家啦，即係占星師啦，亦都係個醫生嚟嘅。佢就寫咗啲詩篇，咁有啲人就認為佢係預言嚟嘅。
咁已經經過解讀之後咧，就話咧呢一個嘅查理斯三世咧，佢在位嘅時間咧唔係太長嚇。呢個講話本身咧，其實就幾合理嘅。合理嘅原因唔係話佢即係個語言準確，而係查理斯佢個繼位嗰個年齡咧係相當之高啦嚇，因為佢做咗成幾廿年嘅儲君。咁但係佢嘅母親咧，伊麗莎白二世咧，一路都即係健康，或者亦都係即係做得好好，咁啊冇傳位俾佢嚇，唔做太上皇啦。咁所以佢好老嘅時候，佢先至能夠繼位啦。所以喺個大數據方面，其實呢個係即係唔需要個預言，我哋都估到佢在位時間唔係太長。但好不幸地咧，就喺前幾個月咧，就發生一件事，就係話咧佢患上咗癌症。呢個癌症嗰個具體嘅細節咧，到我哋了解都唔知究竟係邊個部位啦。但係之前咧，佢係入去 check 過嗰個前列腺，檢查下前列腺。咁一般估計咧，就係佢應該前列腺方面咧就出現咗問題，所以好大嘅機會咧就係個前列腺係生咗呢個有癌症嘅情況咁樣。咁佢年事咁高，再加上有癌症咧，事實上佢在位嘅時間咧應該唔係太長。但係仲有另外一個變數，就係佢可能喺佢在位嘅時間咧。即係未係逝世時間咧，佢已經係順位交咗俾呢個威廉王子。咁個變化就係，或者呢個預言嗰個即係最離奇嘅地方就係話咧，佢呢個繼任嘅人咧，唔係一個相當之意外嘅人選。咁換言之就係威廉王子既然係一個既定嘅人選，如果唔係佢嘅話，先至係令到大家係覺得係意料之外嘛。咁但係會唔會係哈利王子咧？咁呢度講就係繼承嗰個情況咧，就唔係好似即係唔係話個哥哥死咗之後就個弟弟就去繼位。事實上，哈利王子喺佢嘅形象方面咧，我相信佢唔得到英國嘅國民嘅認同。咁所以如果呢個情況出現咗，嗰個人選咁即係意料之外，咁究竟係應該係威廉王子以外係邊個咧？咁呢個係值得去。即係去估計㗎嚇，咁再加上而家呢個威廉王子同埋呢個王妃凱特可能出現咗一個新嘅問題，我哋再補充嘅就係傳説佢同呢個即係另外一個貴族咧就出現咗一個婚外情喺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儘管今日嘅英國國民已經開放好多啦，但係接唔接受到一個咁嘅情況咧？即係一個婚姻咁混亂咧？或者呢個凱特王妃要同呢個王子要離婚嘅話咧，咁呢個就對呢個皇室即係繼任嘅情況咧，會產生一定嘅變數啦。所以而家我哋繼續喺度咧，再會即係跟進嗰個事態嘅發展啦。但係呢一種咁嘅情況，冥冥中咧，我哋會覺得咧，同戴妃同查理斯當年查理斯王子嗰個情況咧，好似冥冥中咧。有一個嘅宿命喺度，呢個宿命就係皇室嗰個婚姻，特別係呢個繼任人啊，或者王儲嘅婚姻咧，好多時都出現咗一種特別嘅異常喺度嚇。咁係源於就亨利八世嗰個殺咗咁多個太太啦。咁所以咧喺英國嚟講咧，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咧，就係似乎做女王咧，就比做呢個皇帝咧，係對英國國運咧就比較係著數啲嘅。咁點解咁講咧？就係英國嘅大英帝國歷史咧，我哋可以用3位女性咧去總結嘅。第一個大英帝國呢個名 British Empire 呢個名咧，就始於伊麗莎白一世。事實上當其時就未有呢個大英帝國，因為當其時即係英國如果喺歐洲嚟講咧，即係嗰個第一線國家咧就係西班牙嚇同埋葡萄牙嚇。英國未算入流嘅，但係就已經即係構思到一樣嘢，就係將來咧，如果佢嗰個海軍或者佢殖民地抗戰嘅時候咧，就應該係大英帝國啦 （British Empire）。真正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就係維多利亞女王嚇，咁係呢個嘅19世紀嚇。佢在位時間亦都相當長。到呢伊麗莎白二世咧，儘管大英帝國喺佢在任嘅時間係全部瓦解，但係佢保持到呢個係英聯邦呢個招牌。咁所以我哋今日記得咧，就係大英帝國始於伊麗莎白一世，極盛於維多利亞女王，
而終於伊麗莎白二世，結束於即係伊麗莎白嘅二世嘅年代結束。咁所以喺英國嘅歷史嚟講咧，始終係女王咧就着數過係皇帝嘅嚇。咁查理斯三世跟住即係再傳落去，如果唔係威廉王子嘅話，咁究竟係邊個咧？咁好對唔住啦，今日我都俾唔到答案大家，咁只能夠講一句就係拭目以待。好啦，我哋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見。